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0月32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第一条消息，上新的消息，埃及海地区发生规模7的大地震，损断土耳其西部和希腊东部。土耳其第3大城灾情惨重，济厝体崩起，目前尚无17人死亡，700多人重轻伤。也希腊这边有2名少年家互倒去的壁倒地死，至少19人受伤。民众用手机翕到地震发生迄当阵，又较正严重。厝内家具重倒西歪，有人带一粒仔火倒来家具地着，一只狗未火的走，互拄啊地条的无法度震动。埃及海地区3日发生规模7.0的地震，土耳其西部加希腊东部是主要灾区。土耳其第3大城伊兹密尔地震了，真侪厝拢崩落。Birisiyle konuşuyorduk, yolda hissettik zaten, sallanmaya başladı. Kendi olduğumuz bina karşıdan seyrederken arabanın binanın yıkıldığını gördük. 地震发生伫当地时间8月1日2点51分，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到规模是7.0，土耳其在南加紧急应变中心讲是6.6，要上修到6.7，震央伫咧爱琴海海峡，深度16.5公里。上严重的所在是伊兹密尔，有超过20栋厝崩落。地震也引起海水倒灌，有民众落到伊兹密尔外海的街路，真侪家具拢被海水冲走。土耳其总统发表公开演讲，讲希腊若是有需要，土耳其会斗相共，也对受灾民众致哀。Sözlerime başlamadan önce bugün İzmir Seferihisar açıklarında meydana gelen 6,6 şiddetindeki depreme maruz kalan 希腊的东部也又较真厉害，萨摩斯岛真侪厝受损，也有引起小型的磷黄涌，萨摩斯港也淹水。Προλάβαμε τίποτα, είναι πολύ απότομο. Μετά το σεισμό κατευθείαν έκανε και τη θάλασσα. 希腊官方讲，有2位青少年和倒来墙壁地死，至少有19个人受伤。有一寡受伤的人已经用飞机送到首都雅典的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一名伫台南读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的女学生，和一名姓杨的男性用锁啊锁绑无开，身死搁好嫌犯拼伫高雄的山区。也一名姓杨的嫌犯落网也承认犯罪，经过检察官审问，认定嫌犯有逃亡的事实，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法院今仔透早裁定收押高雄看守所，不过并无禁见。伫离尾暗8点47左右，监视器翕到中英大学马来西亚一名姓张的女大学生摕手机过车路，无想讲是最后的影像。尾仔伊伫学校附近，和有模犯姓牛的嫌犯用塑化吹暗棍掠走，家己的尸体等伫咧高雄阿莲山区。他坦诚，他在那里作案的目的是为了性侵跟性骚扰女性。根据他所准备的工具跟在当地守候我们研判他是一个预谋的行为。受害者伫马来西亚的家属接到消息了，真伤心。不过，这嘛是防疫期间，若来台湾又该居家检疫14天，所以用类外交泡泡方式直接处理。他可以提出类似像外交泡泡这样的方式哦，那就是在入境之后，那可以立刻去做采检，采检的阴性之后，就可以由专人哦，就是专车，那看要到某个地方去这个辨识他的亲属。这嘛，国际航班办事长内政部会协助家属赶紧来台湾。姓刘的嫌犯被抓了，也承认顶个月伫共一个所在附近掠人无成功。当事人也来指认。当时我就继续往前走，快要到十字路口红绿灯那边的时候，然后我没有多想，但是后面就突然有人从背后捂住我的嘴皮。然后我一开始没有很慌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认识的同学吧，在恶作剧。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中英大学附近，代替高架桥下骹无监视器，附近的民众甲学生也批评路顶定定袂倒，恐惊变做治安的死角。9月底就有学生差一粒仔受害，学校也有接到通知，为什么无到1个月才发生？
互人质疑学校无作为。校方是接获派出所通知，就是有房东带着女同学去报案。那我们也一样，就是随即启动了我们的校安机制，而且我们有立刻通知了他的系所老师进行他的諮商辅导，并且加强巡逻。嫌犯依照杀人、性侵等罪嫌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复审，检方声称羁押禁见，反而伫今仔透早裁定收押，验过无禁见。记者综合报道。空军第7联队一架 F-51战机失事，陪官朱冠明不幸殉职。昨下晡伫台东卡劳鲁岸附近的海岸发现战机的机片，不过受大暴风影响，海面无稳定，也无法度把机片浮起来。也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已经派船舰去到台东外海找找，定着会请专业的人士处理责任。30下晡有民众伫台东加罗兰附近的海墘仔，发现未少疑似29失事 F-51战机的海绵，还有部分机身的壳。伫另外一个石头边，还佫发现飞行员头盔内底的塑胶珠仔，顶悬就打不幸殉职的飞官朱冠梦的名。那另外一块残骸嘛写5261，甲摔落海的战机机身的编号是同款的。空军第7联队派官兵，还佫有军用的卡车，甲海墘仔的残骸载倒转去。第7联队的官兵伫海墘仔扩大敲找范围，佫找到一块疑似是尾翼的残骸。不过下晡台东外海的风影真大，伫海顶护残骸的工作还未进行。不过伫附近海域巡逻的海巡舰艇回报，目前并无看到浮伫海面的战机残骸。那当地居民嘛讲，附近的海沟是真深，可能会真恶找。在它外海差不多1海里的地方。有300-400米的海沟，当地海象5至6阵风8级，那下午已经渐趋恶劣转为6至7阵风9级。国防部长严德发早起去甲殉职的飞官念香，慰问家属了后表示，已经指派海军一架拉雷舰去台东协助水下定位，嘛为高雄请专业的船仔来倒找，希望会当赶紧甲失事的真相查核清楚。严德发讲，明年会启动 F-51战机的汰换，而且会优先汰换第7联队的战机。那么单座机的受限。它是到14779个小时。那7联队现在目前的单座机，我们了解平均的时速，它是7825个小时。那我们优先要换台东联队33架的教练机，从明年开始启动。严德发强调讲，殉职的飞官会优惠复述。目前 F-51的战机虽然暂时停飞接受天安特检，不过未影响到空军执行驱离干扰台湾领空中国军机的战备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澎哥日报》，根据劳工保险条例，劳保的费率每2档固定起100。劳动部昨表示，明年开始，劳保的费率将会对11%起来到11.5%。劳工的保费要加纳24至46块，雇主的保费也提悬84至160，计共1050万名劳工各雇主受影响。刷了是联合报，金融领分院第1摆公布台湾金融生活调查，有2成的民众无法度伫1礼拜内赚到10万，也3成民众无欠钱、无押金。上尾是中国时报，欧美国家武汉肺炎疫情大严重，其中欧洲致病人数超过7万人，这国家搁再封城。美国病例超过900万宗，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美国第1批疫苗上紧12月尾落市面，不过就算有预防血糖素，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尚无要等到2022年。咱台湾昨新增加2宗自菲律宾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病例，现时咱国病例计共554宗。另外，国来自流感疫苗了后通报死亡的案例，搁再增加3宗。指挥中心表示，这3宗患者拢超过70岁，本身带有慢性病，专家判断死因甲注意方式无牵连。国内新冠肺炎境外移入搁增加一个，个案是菲律宾籍30多岁的男性移工，长期伫台湾做事，9月初10登去菲律宾，因为因朋友为着新冠病毒来死亡，伊去参加伊的丧礼，而且因为捌甲其他的确诊者接触，伫当地采检是阳性，有带院隔离，10月初3出院，10月初9采检是阴性。这个个案10月15坐飞机来台湾，入境到搭拢无症状，一直到14天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由于个案在同班机的旅客有7人，那检疫期满前采检都是阴性，所以都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也若国内流感的情形，虽然目前无传出流感重症的病例，不过全台湾注流感疫苗了后，不良反应通报的事件，这2天新增加112例，累计拢总有192件。而且新增加3例死亡的病例，这3个人的岁数拢超过70岁，而且本身就有其他的慢性疾病。专家初步研判，这3个人死亡的原因，拢甲注疫苗无关系。这3例其实看起来都比较像是他自己的病程，那跟这个流感的接种的关联性可能不大啦。根据统计，目前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457万4,000剂，已经超过总采购量的75%。曾经上强调讲，新加坡甲马来西亚会暂停注流感疫苗，可能是因为除了赛诺菲以外，因阁有使用韩国的疫苗，因为安尼会较谨慎。不过台湾的状况无同款，未来若有任何无安全的情形，嘛会做后手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也武汉肺炎地区边界管制正严格，民众无法度去到海外游览。交通部宣布要搁推动类似出国的旅行，这回行程对从国际机场起飞，有通降落台湾各地机场，按算会当带动国内观光旅游。在松山机场国际线的电子航班扛棒顶悬会当看到，下晡3点了后，无论是飞中国还是日本，已经拢总互取消，报道柜台规个拢无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到旅游市场，民众拢因为边境管制无法度出国。交通部宣布会扫对出国微旅行2.0的版本，预计当搁一届来带动国旅。今年都没有出国，当然如果能够出去是最好啦。比较想要慢慢走、慢慢玩这样子，自己开车或者是可能坐高铁或者是坐火车，这样比较适合我的旅游行为这样。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微旅行1.0推出了后，市场的反应真好。từ8月份推出以来，总共飞27个航班，参加的旅客总共有5138人次。甲第一阶段的类出国飞联机，敢若伫咧桃园国际机场起降无共。这届微旅行2.0是民航局甲业者所协调出来的一种空中微旅行，无属于国内包机的航线，会当飞去其他国家的天顶，而且阁会当伫咧无共的国内各地机场来降落。上无爱买3点钟以上，机票的价格是5500块，会经国际线通关。伫咧飞联机顶悬会当买免税品，房机降落2点了后，会当包装当地一寡行程，毋是干那伫天顶细细的倒落来。如果在台湾岛内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也可以去取代。第一个，它会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是本身在航程上面如果没有亮点的话，也不见得能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旅游族群。我们看到的这些个办法以后，我们才能够去来规划我们的产品要如何的包装。因为微旅行2.0的相关方案内容牵涉到防疫措施，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边境交易组织收到消息，也搁伫咧了解相关内容当中。若是中央航空是表示，等待详细规划甲办法公布了后，会搁来讨论相关规划代志。华航嘛讲会继续来敲找市场的需求，来结合在地特色规划相关产品。通好掌握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也国际疫情就无咱台湾遐稳定，武汉肺炎伫欧洲愈传愈开，地区医疗的系统压力震动，强要制裁袂掉。意大利部分病院就说专门的病房接收日增加的重症患者。西班牙这边预告11月全国的加护病房将会无够应付得到武汉肺炎的患者。救护车来回在各个病院中间，在来到散数病人了后，又搁赶紧开出去运送其他病人。新冠病毒在欧洲爆发的第2波疫情，各国每天都有更加多病例来出现，医疗体系压力是愈来愈沉重。意大利罗马的圣菲利伯内利病院，必须在当地30号加开第3间的专属病房，才法度来医治急速增加的重症病人。E i letti si stanno riempendo abbastanza rapidamente proprio perché la richiesta in tutta la regione è piuttosto rilevante. Avrete visto dagli ultimi dati di ieri i pazienti ricoverati in ospedale nella regione Lazio ormai si avvicinano a 2000. 意大利的重症病人超过1500人，比3个月疫情高峰期也较侪。大量增加的重症患者，也互医疗人员必须轮班照顾，出现人员无够的情形，压力愈来愈大。Questi reparti richiedono un'assistenza e una sorveglianza dei pazienti sulle 24 ore, molto, anche nelle reparti non intensivi, perché la caratteristica particolare di questa malattia è l'evoluzione improvvisa e non del tutto, diciamo, prevedibile, quindi i pazienti vanno seguiti con grande attenzione nel tempo. 那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救护车也因为疫情拖较真紧，4个运送患者非常无用。
西班牙卫生部统计，对疫情流行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5300个患者因为重症伫加护病房治疗。有估到11月中就可能发生加护病房不足的情形。法国巴黎乔治庞毕杜病院的医师认为，随着第二波疫情患者增加，民众可能会被迫缩短年底的元旦假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接续发生恐怖攻击事件，马来西亚前首相马蒂刷伫推特表示，穆斯林有权利杀害法国人，即战引起怒火。推特随甲这篇文章删除，也英国这边工党的前领袖科宾因为牵涉反犹太人这款言论风波，和工党停权。法国尼斯教堂的恐怖攻击事件引起种族歧视的言论攻击。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伫2月发生恐怖攻击无偌久了后，伫推特顶悬表示，因为法国人伫历史上捌屠杀成百万人，其中有真侪是穆斯林，所以穆斯林有权利感觉生气，嘛有权利杀害成百万的法国人。文章引起民众不满，推特嘛甲文章抬掉。欧洲总理莫里森也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嘛拢表态谴责恐怖攻击，讲这是互人真受气的罪行。这时阵就爱团结，甲民主自由、甲法治的精神守条例。Australia utterly condemns the heinous terrorist attacks that have been undertaken on innocent people in France. These multiple attacks are despicable. They're disgraceful. Not only are they an attack o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but they are an attack on liberty. Ont été menées. Il s'agit des valeurs démocratiques, il s'agit des libertés, il s'agit de l'état de droit. Et je pense pouvoir dire en votre nom à tous que nous sommes unis et rassemblés pour défendre ces valeurs qui nous rassemblent, qui nous unissent. 同款发生种族争议的，也有英国上大在野党工党前党主席科尔宾。英国平等甲人权委员会裁定，伫咧科尔宾领导工党的时期，违反3项英国的平等法。第一是政治介入反犹太言论投诉；第二是无提供员工适当训练来处理相关投诉；第三是党内发生骚扰歧视的事件。科尔宾无同意调查结果，认为讲问题去互严重放大。结果说，因为即寡言论去互工党停权处分。I made it clear that we won't tolerate anti-Semitism or the denial of anti-Semitism through the suggestion that it's exaggerated or factional. And that's why I was disappointed with Jeremy Corbyn's response. Very shocked and very disappointed. I've been in the Labour Party all my life. And I want to make it absolutely clear, anti-Semitism has no place whatsoever in our party or our movement. 科尔宾表示，也对工党提出申诉，要党内重新考虑对伊停权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看倒转来咱台湾，明年咱台湾开放进口美国猪肉，为了让消费者清楚区别肉肉是进口也是国产，农委会推出台湾猪的票仔，伫昨公布多样防止伪造机制，佮有申请票仔的相关办法，宣布按10月开始开放用国产猪的业者来登记。这个香港的肉丝甲卤肉是小食店的代表美食，看了到地，互人巴肚拢咬起来。头家娘讲，这猪肉相关食材，即阵拢使用国产的猪肉。以我们这种年纪来讲，还是传统猪肉会比较相信，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嘛。提出食品业者登录证明，强调家己食品挂保证。不过未来店内要申请的认证标章，可能还佫加一项咯。如果需要的话，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也是要做啊。因应美国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要开放进口，农委会推出台湾猪的标章，并且公布因为涉及相关申请机制，有市场寸笑，为了防止造假，猪片啊对无同的角度看会出现青色、旧色变化。台湾的图案有局部顶光，下面有一寡真细腻的字，也佫有荧光油墨设定，提子外线顶来照射，会清楚看会到。有税籍跟商业登记的，预估有15万家。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不会是只有1万家来申请，这样的人力查核会移到比较高风险的，比如说有做相关的加工品，或者是整个冷冻猪肉进口。农委会也强调，标章有效期限是3年，期满了后提出续约。除了会进行无定期稽查以外，也鼓励消费者踊跃检举违规。标章申请对11月开始，有52家企办统一来打标章，若是有无实在打的情形，上打应罚4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
本地笑气也就是行名号做一氧化二氮这款空气，是餐饮、医疗也是电子产业的运用。不过，所有愈来愈侪少年家换笑气来输佚佗、开 party 当作兴奋剂。那环保署也印公告，初期无论制作、进口也是买卖笑气，拢着爱带先申请许可甲申报，无食就是违法，爱处罚。少年人伫汽车旅馆开笑气的 party， 这种消息清早出现伫新闻的。环保署正式公告，为即马开始，工业用的笑气、一氧化二氮正式加做第一个列管的关注化学物质。逐日逐笔上网去登录这个记录，这个是立即生效的部分。那我们早在10天前就已经开放这个系统了，让业者来试填，或者是来做一些记录哈。那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有150几家，它同时具有比如说有食品添加物的，或者是医疗用的笑气呢，也都要同时登录上来。目前笑气主要分做食品、医疗甲工业3大用途，受到食安相关的法规、药事法，也有毒管法等等的范围管制。环保署即届主要针对工业用的笑气，若是伫咧公告进前，业者已经咧运作，安尼即时开始，都爱逐工逐笔来做记录，而且每个月拢爱申报。若是伫咧公告进前还未运作，未来就要摕到许可的文件，而且按规定来进行。到明年5月份进前，除了爱摕到许可的文件，还佫要完成标示的表，而且按规定加入二氧化硫。电子类的这些行业分类，就要经过我们环保署会同相关单位的一个核可。除了这2个条件以外的一个运作人要使用的话，都要使用添加二氧化硫的一个笑气。如果查气到有这种无照来制造的话，都会用这个毒管法这边来做处罚。环保署嘛表示，若是违法致使人死亡或者是重伤，危害到健康，相当会当处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可罚金上悬1000万。若是无牌照来营运，伫咧网络顶透过无共款的方式甲管道来卖，或者是无定期记录甲申报，相当会当罚30万。后手会辅导业者来申请，嘛进行联合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家文艺奖颁予建筑师王秋华、舞蹈家高明新、公司导演郭金元等7人。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颁奖，也感谢得奖的人士为台湾社会业绩文化甲艺术。第21届国家文艺奖原本按算今年3月份举行颁奖典礼，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延到10月30。总统蔡英文伫典礼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大家有机会注意到台湾本土的艺术。各位得奖人的艺术成就能够被更多年轻世代所认识、欣赏以及传承，层层叠叠下，让台湾的文化的主张能够持续长出美好的果实。这届文艺奖有7个人得奖，舞蹈类得奖的郭明新是目前台湾上届资深的舞者，嘛是甲接触即项引进亚洲的第一个人。作品丰富有实验性，拓展台湾当代舞蹈创作的面向，嘛互少年的一代真大的启发。伊伫领奖的时阵是感动到流目屎。我想在此呼吁成立一个国立的舞蹈专职单位，好让教育当局在培养人才前端所做的努力，得到后续发展上最大的利益。郭明新呼吁政府成立舞蹈的专职单位，未来会当好好栽培这青年。也若电影类得奖的是公司纪录片导演郭金元，这30多年来，伊记录环境的议题，持续以影像甲社会来对话。最近因应大家看影片的惯习改变，伫网络平台用开讲的方式，让观众了解环境变迁的议题。这次可以获得重视，那显示说纪录片它在整个这个时代的意义。好，那我们会让纪录片所呈现的一些议题，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建筑类得奖的是95岁的王秋华，伊是台湾战后第一批女建筑师。另外，作家吴冠是战后第2代小说家内底少数的女作家。迄那艺术家曾普，也有音乐家陈忠新，这个得奖的杰出人士，嘛替台湾社会累积出文化甲艺术的高度。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29度；东部这边上加18度，上悬26度。
大岛地区上加18度，上悬26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